观众朋友，大家好，平安，老师你好。好。咱今仔日毋是伫台湾哦，咱今仔日来伫泰国，但是咱伫泰国，咱访问着台湾的牧师娘，是毋是足厉害的？有人熟悉牧师娘的吼，会当甲咱留言。但是今仔日我要来讲国语，老师讲台语。因为咱今仔有一个牧师伊可能讲国语较爽快，会认得。其实我嘛是呢，我台语嘛袂认得吼。好，安尼，所以我们来欢迎王哥谢姐。为什么会访问到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大学时期的哦。我们有朋友来了。你好，明辉，咱的朋友来啊哈。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我们台湾已经服侍很久哦哈。那我大学时代就一起服侍的应该不是我一起服侍，就是我的爸爸，属灵的爸爸的王哥谢姐哈，后来是牧师哈。那我们先来欢迎他们。好，晚上好。谢姐，你们好，平安。王哥牧师啦，有谢姐牧师。老师你讲台，老师讲台。对啊，因为大家拢叫王哥牧师来谢姐都不是牧师所以讲牧食牧师姓王姓谢的人足济所以讲王哥牧师、谢姐牧师。大家认识的人可以在线上留言跟我们打招呼哦。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标题非常的特别哈，他们从校园到彩虹，这个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就要请他们来解释。对校园开始，所以咱即摆请两个牧师来介绍因怎样来行过因宣教的路，甲因开始是伫倒位，咱就伫校园团体后来做教会的牧师，后来去即摆最后是去做彩虹等一下要听到最后才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千万不要换台。因的经验足丰富，所以我毋免加讲话，全部都请伊来讲就好啦。所以我对，所以我们现在呢，大家最喜欢听的是怎么开始的，对不对？为什么会认识，然后又走到校园哈？在校园团契是大家在大学里面一定会认识的哈，一个团契这样。那我们就先请谢姐还是王哥，先请王哥。好，各位弟兄姊妹好很难得有机会能够在这样的线上跟大家共享这是没有想到。回想我们在校园的服事呢，感谢主，我们差不多在1980年的时候40几年前，那时候呢我在校园文字部工作之后，就觉得认识了校园团契，然后我就那时候呢跟师母两个一起加入我们在那时候能够开始接触学生，国中的、高中的、大学的然后后来我们有带了毕业生团契，所以这样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都是在学生方面这样子。那又这样呢，在校园一段时间大概有18年的这样的时间在那里服侍。后来呢我们到了教会那在因为也随着这样的服侍接触的一些人开始从年轻的学生呢到慢慢的在成长，所以我后来到了教会那在里面就开始教会呢时候就有很多家庭，所以我们就开始学习面对家庭工作一些夫妻的、长辈的
孩子的啊，所以我们后面也大概有15年的时间在教会里面这样的服侍带领了一些孩子、大人一些夫妇家庭这样子那在这里走过了这些年日以后，我们好 OK 好，这是大概过去感谢神给我有这样的学习，心中很感恩。我是学生的时吼，我伫读册的时，我就接触到校园团契。我伫家己伫校园团契，我接触我算讲伫遐信主，所以我毕业了后，我就有迄个心智，就是讲，若准有一天我会用做即个学生的福音工作，安尼我就用回应上帝伫我身上的呼召。所以我毕业了后，我就有记，我其实是先工作3冬了，我甲王牧师，阮就斗阵加入校园团契。迄阵是安怎加入？是因为迄阵我咧带我厝年的妹妹，我有2个妹妹，还有弟弟，因去教会，因为阮虽然伫传统的基督化的家庭。迄个长大离我到我即时阵是第3代，毋过阮拢无算讲大汉，阮就无过去教会，所以还未重生得救嘛，还未洗礼，所以我迄阵咧带阮的妹妹，拄好我的妹妹搁咧读册的时，有一天伊就因为车祸，马上就过身，所以迄阵互我有真大的冲击，就是讲。一个生命，少年的生命是安怎会就无去啊？所以迄阵我就想起讲，我有曾经一个营会内底，我甲家己奉献互上帝，要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迄阵我就甲牧师我讲好，我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我就进入校园团契，安尼服侍上帝，接受。足侪咧读册的学生有机会甲因分享基督的信仰，有机会会用互因更加认捌上帝伫因生命内底迄个足宝贵的迄个上帝的计划，因的生命会用伫因迄个搁少年的时，会用活出上帝上要享受每一个人丰富的生命。所以我就伫校园团契，阮就服侍18冬，安尼，我才甲牧师斗阵去教会服侍牧会，安尼转换。无简单即阵的校园无人要去，对无？校园很多问题，没有人要去。他们是很有爱心的一群牧者他们坚持在校园里面服侍，对吧？在校园内底服侍后来毋是就要去宣教嘛？敢是要去外国？是，拄则有讲到去到教会因为恁的好调，所以有一段时间到教会去但是为教会你搁走去什么所在？这为教会跑去对位，离开台湾。我们在这教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刚好就有机会跟大陆那边的一些朋友认识所以我当时就有教会的时候，我都会带短宣队过去那边所以也是等于让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呢，也有一些外面出去宣教的操练那我们也跟对岸的那边的一些教会呢有一些接触这样子，所以后来等到我那时候就差不多有一段时间，10年时间，后来等到我教会退下来以后呢我们就有机会我们就到了对岸去那里去一些服侍，
接触，跟他们一起啊。后来也知道在那边在昆山那边有华商、台商工作啊，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呢陪伴台商带领他们的一些弟兄姊妹服侍。所以感谢神，也大概给我们有差不多7年的时间我们也算是在外面陪伴一些在外的这样的弟兄姊妹，也带领很多人在那里认识主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感谢主。所以对教会要去，迄阵阮已经服侍上帝差不多33冬，阮就先休困，因为33冬其实算起来我嘛入教会迄个服侍上帝是无啥物休困的，所以阮先按时有一冬的时阵，这一冬的时间，阮就寻求上帝阮拄好有机会考到迄个算讲大陆的心理咨询师的证照，阮就用心理咨商的角色，心理咨询师的角色去甲对岸，我嘛做迄个个人的辅导工作有来因就来算讲来登记来找阮对谈，帮助恁心灵的伊咧有些逐项各方面的问题跟他们谈另外就是我嘛有做算讲两性交友个家庭婚姻的培训伫遐，所以阮就徛踮遐有7冬的时间踮遐算讲有机会换一个角色踮遐咧服侍上帝。是其实是做拍拼的哦，为着要去大陆，爱搁去考一个，爱搁考试，已经几啊10冬以后搁考试。我若去考，应该无及格，不及格。他们非常的有心，还很厉害哦。那时候，就是当牧会之后，还到为了要去宣教对即摆毋是讲退休嘛，搁继续退休搁继续做什么工作咧？对哦，对，这个就是退休以后，我们其实这个是一个题外话。就是我们发现这个是他们家很多世界各地的帽子收集这个是很难得。我的后面也有很多的帽子，就是认识非常多的人，从世界各地。所以为什么退休以后没有休息还继续在做什么呢？使命是什么？好，可以拿起来。可以。来有看一下，有看到这是什么吗？等一下看一下是什么？哇！竭力奔驰，竭力奔驰，直奔力竭。这是我在那边呢，要在那边跟他们后来我要回来了我就跟我们鼓励他们了。那我就跟他们用的这2句话我在这边鼓励他们说，我们要走，不管怎么样都是竭力奔驰竭力奔驰，对，就是尽力的在走这种那像在前面这样赛跑一样，一定跑。那驰奔力竭就跑到我不能跑的时候，跑到我力量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那因为这是我在校园的时候，我那时候呢就刚好能够有一个，刚才在校园的时候呢，我那时候给他们做一件外套给他们这件外套上面我写了一个竭力奔驰那但是呢运动服，但是呢这样一个写下来以后，有人就来告诉我说，王伟金，你为什么这边写驰奔力竭驰奔力竭好，他从另外一边念过来，就好像你跑不动了。我说本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大家的运动服都竭力奔驰。结果他一来问我，你怎么给我们这一个驰奔力竭但是所以当时这给我一个
很大的一个感受，我就把这2句话把它留跑下来。到哪里？这2句话就成为我自己的一个鼓励，给我的生命一个鼓励，这样。所以呢，我就会常常用这个去跟人家分享啊，这样。后来他们就做这样。所以阮就是因为这个心智，所以阮就讲，其实阮啊即马嘛70几岁吼，60几70，啊牧师是74岁，我是69岁，所以阮会感觉讲，阮虽然讲以一般来讲，这个年纪应该是退休，啊退休的有人讲啊环球世界啊世界去算，我对阮来讲，阮。对阮来讲，阮感觉讲，阮的生命是上帝赏赐，互阮无共款。所以虽然退休，毋过是退而不休，继续用上帝互阮的恩赐，也是讲阮所有的，阮也愿意奉献出来，甲别人分享这个生命，分享上帝的恩典。啊嘛，阮比上较济就是讲，甲阮还阁有诶气力，用你所需要诶事工顶头，安尼，嘿。走好了，对啊，那走甲无力，走甲无力，走到最后1分钟拢爱继续走。你们走到对了，这是奥运哦，奥运精神。但是我们现在对不对？是打球要打到最后1秒，搞不好会进球，不可以放弃的。非常棒哈！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访问到王哥、谢姐，对不对？哈，因为他们很愿意的分享。最近的看过彩虹，对，所以现在谢姐就在彩虹爱家做，这个爱家事工呢是什么样呢？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好，这是我伫迄个退休进前，其实我29岁时，我有接触到彩虹爱家，因为彩虹爱家是一个生命教育的伊设立的宗旨，就是要互家庭的关系更较亲爱、亲密，儿童的生命会更较精彩。这是因的使命，希望每一个囡仔，因为看重就是每一个囡仔，会用互较优质的陪伴，就是用生命，这个陪伴除了彩虹妈妈的志工，包括爸母，包括所有的人，所以主要就是对儿童、对个人，搁甲家庭，所以推动儿童的生命教育。可以让每一个家庭有丰富的生命跟家庭可以经营，所以嘛倡导优质的生命信念，这是彩虹爱家。所以彩虹爱家是从儿童生命教育开始，但是现在已经扩充到家庭，扩充到家族，包括整代好几个世代，因为这都是生命树的课程。所以这就是彩虹爱家，就是讲咱一个囡仔，唔单是一个囡仔尔，是一个家庭，你饲对无？一个规个家族饲一个囡仔，即阵有生一个囡仔，爱互伊做侪钱，因为即阵人无要生吼，最重要的安尼。迄阵我会记得吼，就是以前那个国小我在国小教书的时候。很多妈妈都会进校园说故事，彩虹妈妈但是这届我回来台湾听讲受限制掉的，就当年去互限制奇怪的有人要去免费甲你讲故事，毋是做好的代志，啥物会去互限制？是这个限制就是讲，有的人会感觉讲，哎呀，迄个。因为彩虹的背景是基督的信仰，基督的信仰因为感觉讲，彩虹妈妈入去讲故事，其实阮拢毋是咧讲这基督的信仰，是讲用绘本来讲生命教育，来讲生命。我要安怎看我家己，别人我要安怎甲因迄个相处。毋过因为有人会用这个
因为彩虹爱家是基督徒的设立的，所以有人用这个信仰讲，信仰袂用入去校园，所以呢，就互禁止。毋过禁止了，因就用一个方法，就是讲，咱虽然禁止，毋过其实囡仔是真需要关心，所以即马彩虹爱家的工作，毋是干那入去校园讲故事，因就用多方面，比如3方面，用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学会做生命教育，是面对着校园。还有青春启航，就是两性教育；青春特工就是反毒，因为毒嘛是影响真大哦。财商教育就是安怎金钱的观念，安怎用钱，还有特殊教育，即摆足侪特殊的囡仔，还有优质父母，就是教讲父母安怎伫亲子关系内底演有甲迄个建设性的。另外一方面就是用企业。用企业成立一个上好企业来面对迄个企业，嘛有剧团，嘛有迄个商城卖一寡迄个基督徒提供的一寡商品。另外就是生命树教育协会是提供教会，对教会这方面提供迄个这是家族的生命树课程，用迄个生命树的眼光跟心态来看待咱的关系，所以嘛有但以理的7年养成计划，还有小孩祷告耶稣听，这是伫网络上拢有的免费可以使用的，对，所以就改变用这种的方法来3方面，咱讲2面放咧一个篮嘛吼。拿两都爱分散，嘛用无共款的方式，无共款的方式来祝福咱的个人、咱的家庭，搁咱的社会，这是彩虹爱家努要做的改变。所以彩虹爱家不只是生命教育它还很注重国中他们毒品很多人现在吸毒，对不对？然后这个财务也很重要，怎么理财然后也关心北部怎么用钱，没让他用钱，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很需要的。我们的父母好像都花很多钱去学这个，在彩虹不免钱。免费，很少的费用就影响啊，对，但是几百块就影响啊，几百块就得当上所以一定要跟谢姐联络。来，这个社会企业这个很特别，以前我们那个剧团我也接彩虹妈妈都去演戏啊。演戏对吧？演戏啊，对，去学校还是去做侪所在，你甲因邀请，伊就会去演戏，互你看，免费。一个戏几千块的，有免费来就是生命树，这个是这第3代敢是3代的代志这是家族的对，所以这嘛是这个就是彩虹妈妈说故事，就是你若扫描这个 QR code， 就会听到有人讲故事，讲生命教育的故事，这拢是免费的安尼彩虹妈妈虽然袂当去校园，但是会当这网络更厉害无所不在。是啊，就像咱即嘛安尼啊，所以咱若准点遮咧，比如讲你伫泰国，我伫台湾，毋过有个人伫无共款的所在，咱拢会用即个网络，就会迄个接触，就网络无国界安尼。各位妈妈，如果小孩很吵的，放这个给他听，是吧？不知道怎么管小孩的。放这个给他听，不要给他手机，对吧？是，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关心彩虹事工啊？这个事工非常多做者，安尼有啥物方法会当帮咱这个事工因为做者拢是免钱的但是做者牧者伫遮，伊嘛是需要支持，对吧？
所以上实在就是讲用奉献，因为彩虹今年是25周年，所以因就提出一个迄个方法，就是讲美国的250块的新台币，咱就用参与陪伴孩子啊，特别彩虹嘛咧做偏乡服务，是讲较无人去的所在，资源较少的所在，啊，咱嘛用奉献来支持。另外就是讲，你嘛用祈祷关心，啊嘛用，比如讲参加有机会接受这课程的训练，啊，咱就把这课程带去教会，带去社区，带入家庭，安尼嘛是一种支持。因为上重要的就是把这个生命教育上，咱讲正确的生命信念带进每一个人的心中，每一个父母，每一个家庭的内底，安尼就会祝福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咱的社会甲国家，安尼。用生命来服侍，来应用生命，这个很重要呢，现在很多小孩动不动就自杀。我最近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应该自杀要合法，因为活得太痛苦了但是我们真的我们很需要去告诉我们旁边的人就是你可以不用选择这一条路我们有很多路可以选然后上帝很爱每一个人上帝是听世间人，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小赐予你，对啦，信你的人会当得到救。所以 QR code 照了没有？没有照，等一下再回看。还有这个，另外，这个也这就是讲，若准扫这 QR code， 能加入奈，也是讲我们上一个你搜寻的彩虹爱家生命教育。有官方的网站，你就能更较了解内底有足侪迄个内容，有迄个足侪真好分享的一寡文章，一些观念拢真好，安尼。是，所以有兴趣的人会扫这，要紧扫码不要紧，如果你没有扫到，等一下跟我联络继续留言我会加你赖今天咱有我们有朋友呢，钟平，钟平在线上，钟平他说是牧师师母的好朋友，他们是吗？对，钟平现在在哪里？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钟平啊？是对，就是你认识的，对。应该是我们认识的对，我们认识宣教士，也很多宣教士都认识。然后我们今天也有观众朋友说呢，看到这么爱主的牧者，看到你们这样很感动有主保守看顾使用你们，这个是我们的泰国朋友明辉兄，那今天也很感谢感谢咱的梅秋、明辉、美华，还有阿兰、陈道、金子，就这样，很多人在线上跟我们一起因为真的是太多要分享的但是我们只有给他们20分钟，不够用。还想继续了解的，欢迎私下联络留言跟他们联络。好，今天非常感谢。王哥谢姐，从校园讲到彩虹，这个彩虹不是现在人的那个彩虹这个是生命对少年爱家的彩虹，爱家，谢谢你们，谢谢，非常感谢那愿上帝赐福你们。如果你们家里面呢有需要的呢，也可以跟我们联络，跟爱家联络继续不要放弃生命继续就像刚才王哥谢姐说的，叫做什么？竭力奔驰，会不会从后面念回来？这样从后面念的回来的，给自己按一个赞才会及格
对，好，是礼拜一下暗台湾8:10，泰国7:10，澳洲2:10。都这会来公告说，下礼拜一我们还在泰国哈，所以大家期待一下，我们会跟谁一起连线？一个泰国的，来猜猜看哦。泰国真的，谢谢对，他说时间不够，下回要继续。下回我们再邀请王哥，好的，很多历史哦，好，谢谢，因为有你们，谢谢谢谢你们，开心，感谢主，谢谢你们。感谢主，好，平安平安，谢谢观众。